来看南投县是开5亿外伫民间起一个观景塔上影之车，即马主要结构拢已经完成啊，最近是当咧测试，也若在地人对这新的景点其实拢真期待。不过嘛建议讲，这交通的串联等等配套的措施，都爱做好好势，互观光的景点会当永续经营落去。当咧起的南投县民间乡上影之青园区景观塔主体已经起好。最近嘛测试观景塔顶悬的 LED 球体荧幕。南投县政府观光处表示，园区按算10月底完工，目前当咧招商未来的委外营运。目前正在进行 OT 的一个招商作业哈，那预计会在11月来对外公告，然后能够12月能够进行厂商的一个签约。新的景点虽然有话题性，不过在地村长认为交通接送甲周边景点，譬如讲汽车停地、老街、做地体验的串联，拢爱有配套措施，嘛爱做好，才袂互上影之星变做一个新景点。交通方面就是希望讲有迄个连接点，佮足顺畅的规划点。导览部分会当讲找较侪人的，莫讲干那一间，也是2间的店家伫咧图利商人。南投县政府观光处表示，会伫寿天宫停车场设接送站，公布建伫智慧景区医药平台，来串联上影之星甲周边的景点，观光业者提供游客适合的旅游行程。我们会在案子里面来规划接驳车进行流程的规划，然后透过接驳车的一个服务然后把时速游购险做一个串联。南投县府观光处讲，预计年底会甲厂商签约，而且互因6个月征收期。上影之青园区上景会伫明年6月份对外开放。记者辛欣怡南投报道。